平安，我是平安，平安，保持平安。有看到我啦吼？有看到，都去载了，明日转来。哦，这个拜五拢要去载。OK，好，无问题。我说15钟会当个破一届哦。15张遐。对，我迄天袂记下载。好，等一下哦，我看者哦。阮无等啦，有，迄个详员吼袂当入来，毋知安怎发生什么问题。详言哦，你敢有伊个来？无可能无哦，可能群主内底迄个啦，群主内底迄个。因为群组内底有啦。教会我无法度甲伊联络。我看嘛来。有人诶，迄落声音敢有 echo 安尼？echo，是我讲话才 echo 的是袂？我讲诶敢有？你搁讲一解。我讲诶敢有 echo？无，安尼我遮。安尼你会晓？因为文博开2个啦，文博开2个。对啦，安尼我看遮。恁顶阵有收到无？好，无咱先来开始，咱做来祈祷。诸位听众，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也阮会当今仔日透过网络来组织做伙。阮今仔日要来查考路加福音15章的经文，恳求主你来帮助阮对3个耶稣基督的譬如失去搁得到来思考，我要安怎诚做福音的好仆人，会当诚做上帝好的同工。恳求主你继续来施恩伫阮的教会，阮将今仔日的组织的时间交托伫你手中，求主你来赐福互阮有听有会晓反省，会晓搁较进步，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好，来路加福音15章会通讲是路加福音内底上精彩的一段啦吼。这章内底拢总是3个这个譬如这个譬如的原因是因为耶稣甲遮个所有的有罪人做伙吼，因来听要听耶稣的讲道，搁去互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吼，表达安尼真不满是讲因安尼真看袂起安尼吼。耶稣知影因的心在想啥物货，所以耶稣就讲3个譬如啦吼。这3个譬如基本上就是放伫迄个耶稣咧讲迄个焦点，讲伊来毋是要为着义人，是要为着有病人、有罪人安尼吼。伊捌讲就讲有病人才需要医生啦吼。这是耶稣所表达真清楚即种咱咧讲上帝国福音的一个紧迫性来讲重要性啦吼。好所以耶稣用安尼来回复即个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因的想法啦吼。即内底就是3个即个
譬如啦吼，啊，拄则我咧讲诶，破病人才需要医生，这是路加福音19章诶经文吼。啊，咱若时间会当看整个规段耶稣所甲因讲诶话吼，啊无就是咱过一站咱会去讲着吼。好，啊，今仔日诶分段就真清楚啦吼。第1节到第7节讲着失去羊诶譬如吼，啊，第2段是失去钱诶譬如啦吼，啊，第3段是咱较熟诶，咱讲浪子诶故事吼，是讲失去囝诶譬如啦吼。好，咱就开始来讲失去羊诶譬如。耶稣伫即段诶经文真清楚咧讲着，一个人有100只羊啊。咱无偌久之前有甲东港吼，有做伙去中华和美教会参访啦吼。啊，牧师伫中华和美教会有做一堵壁伫迄个所在吼。啊，迄堵壁顶悬的羊啊吼，无100只啦吼。但是我拄开始甲因讲的时阵，画一幅图，是内底是100只羊啊吼。啊，因就甲我质疑讲，啊，你是安怎画互阮的图是有100只羊啊，啊做无做100只羊啊啦吼。啊，我会记你迄顶头拢总挂画甲挂浮雕的吼，拢总33只的款啦吼，约略是100只的1/3啦吼。啊，其实我要讲的毋是讲数字啦吼，其实数字伫圣经内底有真侪时阵是一种象征的意义吼，比如讲3会当讲3工，嘛会当讲真侪意思啦吼。这是希伯来人咧看数字吼，伊基本上拢有伊特别的意义伫咧啦吼。今仔日咧讲到100只羊啊。其实咱莫去当做讲只有100只羊啊，100只羊啊，对当初世人来讲是安尼足好野的人啦吼。一个人有100只羊啊，就表示是真富有咧顾羊的人安尼吼。啊，所以有可能会死去，有可能会阁生，这数量毋是一定的啦吼。但是这个100，在表达讲迄个人是富有的吼。啊，当伊即个中间又去碰见一只的时阵吼，用安尼耶稣来做譬如啦吼。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一开始咧讲到伊要讲即3个譬如中间的一个真重要的原因啦吼。咱知影伫扣税甲即个歹人，伫即个以色列人的心目中吼，拢是等于拢是歹人啦，拢是罪人啦吼。扣税就是来讲，因是即个犹太人所无欢喜的，因为因咧收犹太人的钱去交互罗马人。啊，咱用中文的讲法就真简单讲，就是讲因是吃里扒外，欺负犹太人去巴结即个罗马政府安尼吼，所以因无受到犹太团体来接纳，咱拢甲因当作是歹人吼。即个就是伫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因的角度啦吼。法利赛人的心态吼，咱会当用什么人来做一个譬如呢？咱会当用约拿书啦。当约拿受上帝呼召要去尼尼微城去传悔改的福音的时阵，约拿伊反抗，伊拒绝，伊迄个心态就甲这个经学士甲法利赛人共款。因认为讲，这个就是歹人，就是罪人，所以我无要甲因斗阵啦吼。当然，这是借着伫埃及出来及中间所领受迄个诫命中间咧讲，亲像迄个诗篇嘛咧讲吼，无坐侮慢人的位啦吼，无甲歹人徛做伙吼。可哪亲像安尼，因家己变做一个真制式化。看到歹人我就拒绝吼，即种的吼。但是伫福音的角度，其实是无共款的。咱知伊歹人，但是咱会当无甲歹人同等，但是咱袂当拒绝歹人。
因为因才是真正需要救恩的一群人吼。这是耶稣直接即个所在所咧表达的。当法利赛人甲经学士看到即个军队耶稣的遮个扣税，也是讲歹人的时阵，因感觉讲耶稣哪会当安尼啦吼？啊，因认为讲吼，我是上符合诫命的吼，因着伫遐熬念嘛，伫咧熬念的中间，耶稣就知影因心内底想甚物货啦吼。咱知影讲一个人吼，像咱即马拢挂喙暗嘛吼，喙暗吼到底有笑无笑，你要知影无？看目神啦吼。咱有当时迄个表情会安那会讲话啦吼，共款啦。即阵人吼，伫遐咧熬念，伊的表情绝对袂是笑面的啦吼。所以耶稣真够咱讲察言观色啦吼，所以就知影吼，是嘞。好，伫这代志了后，耶稣就设譬如啦吼，设譬如来针对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心内中的疑问吼，因为因质疑讲耶稣基督称作先生，称作上帝囝，伊哪会当甲遮歹人做人，甲咱所讲的无敬虔的人相甲斗阵吼？为什么耶稣会当做这种代志？因对耶稣做足个代志拢足有意见啦吼。耶稣第一个就咧讲的讲，迄个食羊的譬如啦吼。伫遮当时咱来讲羊愈济，就表示伊的财产愈济啦吼。所以100只羊表示拄则咱咧讲着讲，伊是当这时算真好养的人吼。但是咱来看哟，一个有100只羊的人，基本上伊碰见一只吼是无要紧的。对财产的角度来讲啊，连伊就当阁生一只嘛吼。但是咱看伊讲，伫耶稣的譬如的中间，即只羊咱讲失迷的羊迄个顾羊的人看伊的价值无输这99只，吼，无输这99只。有人就感觉讲足奇怪，咱99只可能毋管，去找迄只迷失的羊若即个时阵豺狼来要安怎吼？有足侪想象的空间，有足侪人提出疑问啦吼。当然，伫即个内底，耶稣会讲即个譬如上主要的原因是咧讲到上帝看到迄个迷失的无输遐个无迷失的，意思是讲上帝看到罪人的价值无输义人啦。吼，咱用圣经的话来讲，上帝看到罪人的价值无输义人。吼，但是咱伫即个中间开始，咱就爱去思考，到底99只代表啥物货？一只当然咱知影伊是失迷的、跋倒的、找毋着路的、黑白走的、吼无乖拢会使。吼，咱拢会当讲吼，但是这99只的羊到底是啥物货？咱必须要思考这两个物件啦吼。是安怎？这个主人会当甲伊放这个99只去找迄一只吼？用这个圣经甲咱讲，主无要延长伊的应允啦。吼，亲像一寡人感觉伊延长吼，其实上帝是要爱互咱搁较侪时间，因为伊无愿意有一个人沉沦，爱所有的人拢悔改得救。吼，这是圣经甲咱讲真清楚的代志，所以照安尼讲法倒转来看失羊的譬如，咱就会当了解啊。吼，上帝要爱每一个人拢得救，迄个失迷共款吼。所以咱直接看来分几个角度来讲啊吼。第一个是失迷的羊啦，伫遮是指着遮个歹人扣税啦、罪人啦，遮个吼伊当作是一个迷失的羊。咱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法利赛人因是选民，所以这个失迷的羊有可能是扣税，也是外邦人。吼，伫郊外羊，耶稣咧讲伫约翰福音10章咧讲，我伫郊外也阁有羊啦吼。这个调换羊就是咧讲这个部分啦吼，所以伫这个所在，失迷羊是咱咧讲的第一男主角
，99只羊呢，会当讲是迄个男配角，也是讲第二个主角安尼吼，第二个主角。所以咱真清楚知影，即个失迷的羊就是刁外的，可能是犯罪，可能是做无够好势，可能是外邦还未受到上帝拣选的人，咱拢是安尼甲伊归类伫即个部分。99只羊代表是啥物货？99只羊代表是以色列人，99只羊代表着上帝的选民。99只羊伫路加福音15章内底，咧代表迄个大囝。伫信仰的意义顶悬，即99只是应该爱护顾羊的人会通放心的，会通有自治的力，甲合群的，无损失的，也是迄个袂作乱的一群人啦，但是真可惜，咧看迄个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因是99只内底咧作乱的人。咱若用即个角度来去讲的时阵，咱会当倒转来伫亚伯拉罕受呼召的时阵，上帝耶和华上帝甲伊讲的话，讲你要将做大国，你要受到祝福，嘛要互人因为你来受祝福，要互万国因为你来受祝福。所以，即个99只羊受拣选的羊，伊的功能就是要爱互遐个还未受拣选的来得到拣选。这个是伫99只羊内底，咱所爱去看到的代志啦，所以有安尼真稳定的羊群，顾羊的人才会有闲，也是讲有精神，也是讲有时间、有气力去找迄个丧失的羊。咱用安尼来倒转来思考，讲伫教会来讲，如果教会是有一群家己会当组织、关心，会当成长，安尼咱会当有较侪的精神去做宣教。如果教会全部的人拢是需要人关顾，需要人安尼去甲扶的那安尼时阵，咱的教会就无法度做一个宣教的教会，这是99只羊失羊的譬如，所互咱去思考佮另外一个赞助的代志。咱看迄个地点，99只羊是去互顾羊的人囥伫迄个旷野中间，伫旷野中间真有可能会拄着外来攻击。所以顾羊的人真清楚知影，即99只羊会当抵抗攻击，有即个气力，有即个气力，所以伊才会当分神去找迄只迷失的羊伊的地点所以咱就听讲，这99只会当称做稳固的羊是足重要的代志。好，佮接续第5节、第6节咧讲，伊找着了后，伊就真欢喜啦因为伊得到，佮失去，佮得到来欢喜。这个欢喜超过啥物货？超过迄个失去的价值啦。迄种的欢喜咱若看圣经的记载伊就伫迄个所在，伊个请遮的朋友啦请遮的特别是顾羊的人，因做伙来伫遐来啉食超过迄个价值啦所以迄个价值来讲，就是讲，罪人甲即个义人伫上帝的眼中，拢是平有价值的。甚至当上帝咧找着伊的时阵，伊的价值无输伊本身的价值，迄个欢喜啦迄个欢喜。所以耶稣伫遐讲，即个顾羊的人真欢喜。就招人做伙来伫遐来啉食来庆祝安尼这咱会当看到迄个龙珠回头的故事，咱就佮知影其实即3个譬如拢咧讲到迄个价值，拢超过伊原本的价值所以伊就组织伊的朋友厝边当伊找到即只羊的时阵，做伙来庆祝。咱知影中东遮的游牧民族因若咧请人起来
拢毋是一只羊仔两只羊仔会当解决的。朋友厝边内吼，因咧一抬落去，安尼，迄个羊一定比伊失去迄只羊仔搁较有价值啦吼。啊，这个表达讲，上帝所看重的，毋是干那人本身的价值尔，上帝看重的是咱伫伊面前、伫伊眼中的价值，所以伊宁可吼安尼放落去99只，啊去超找失丧的，啊倒转来，啊伊就真正欢喜啦吼，真正欢喜。第七节伊讲的讲，这派人中有一人反悔吼，啊安尼那。比即个99只毋免反悔的义人伫天顶的欢喜搁较大啦吼，嘿，啊，即个意思是用安尼来做一个比较的时阵，就知影讲，上帝袂讲因为一个人做毋对，伊就甲伊排斥，甲伊拒绝，等到伊搁较看重，当伊来当悔改的时阵，比有迄99只搁较欢喜，吼。啊，迄个价值，我想用安尼就会当对比起来吼。你若用人的财产去看，我有9900箍，哦，9900箍啊，结果芳去100箍，我找着100箍比有9900箍搁较欢喜。对逻辑顶悬来讲是袂通啊吼，但是对伫上帝所看重的价值来讲，啊，这是会通的吼，这是会通，甚至请人客搁超过这个价值安尼吼。好，所以伫这所在，咱的思考就是讲，上帝无放弃啦吼，无放弃任何一个会通悔改的机会啦吼。啊，当然咱伫咧传福音的中间嘛是安尼吼，无放弃，把握每一个机会，会当甲人三甲来分享。啊，我想这是咱。伫诚做基督徒真重要的一个态度啦吼，爱把握机会吼，把握机会啊，甲人三甲来分享主的救恩。虽然伊有可能袂接受，伊有可能会排斥，无一定吼，但是咱有把握机会吼，把握机会。所以，搁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讲，咱爱诚做迄99只羊仔啦吼。伫教会内底，咱真需要是99只羊仔，安尼咱才有迄个气力啊来往外吼，来往外。特别是咱即马开始咧要建堂，啊，牧师会定定需要出去募款，也是出去即个做一寡代志，也是讲最近拢咧无用教会遮，啊，你想讲咧昨日甲上联大学出去校外即个教学，啊，我着。伫遐表达讲，东港互我真放心，因为因会当甲上联大学创较好势，啊有当时啊伫即边较无闲，啊有当时啊去参访，啊等下做一寡代志吼，啊真会当真放心吼，啊耶稣咧讲即个譬如就是安尼，99只羊仔互伊真稳固，所以伊会当去找迄个袂失的迄只羊仔，吼安尼好，所以咱知影羊群吼是足合群的啦吼，啊因内底若咧讲年龄较老的吼，通常会有迄个带领的能力啦吼，啊当然因家己有声，因有家己的语言啦吼，啊伫即个中间，因袂去甲别人的揽杂，伊嘛袂去对别人行吼，这是咱若看约翰福音第10章耶稣嘛有讲着的吼，所以咱要思考讲，咱是毋是伫教会内底诚做稳定的99只羊仔，吼，会通搁较济开来去宣教，去做外口，咱会通做的代志，啊是讲咱需要即个各样的人拢黏伫咱身躯边安尼吼。第二个讲耶稣用即个譬如咧讲着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因亲像迄个羊群共款，因有真严密的即个组织关系真好，但是却是安那。排斥别人诶，啊，这个无共款啊吼，嘿，啊，这就是互咱做一寡提醒甲思考啦吼。第二段诶，譬如较底第8节到第10节吼，3节诶经文，咧讲着失去钱诶譬如，咱用咱现代诶思考，咱真困难去了解着。耶稣所咧讲失去钱，赚咧一个钱啊，到底有偌歹找啦吼？我想
咱若有会记得吼，伫咱会客室遮的涂骹，涂骹是古早迄个麻石啊、幼石啊吼，啊有红的，有白底，啊有乌色的，有朴色的，啊有迄个咖啡色的、黄色的，顶顶遮花花安尼吼。啊，咱若落一个小可物件落去吼，咱真歹找吼。好，啊，伫耶稣的时代吼，基本上住伫中东遮、耶路撒冷遮的地区，因的涂骹吼，搁较无平啦吼。因的涂骹无平是啥物款的情形呢？你若有去欧洲一寡古城去观光旅游过，你就有迄个印象。因的马路是迄种石头仔做的路啦吼。啊，你知影石头仔本身无法度刻甲足平的吼，古早用手的吼，所以因迄个石头仔甲石头仔这拢有缝，吼，石头甲石头拢有缝。迄种的石头仔路，就是因古早伫厝里内底因的地板啦，伊嘛是用石头仔用起来，啊无就是土的吼。所以当你若钱落去的时阵吼，非常歹找啦吼，非常歹找。所以伫第8节到第10节，耶稣讲的这个譬喻的中间，伊碰见一个钱了，伊就爱安怎点灯来找啦，吼，点灯来找，厝里可能暗暗散散，啊，伊就爱去找，啊，有可能落伫迄个石头仔棚内底，吼，好，这个钱吼，毋是介大钱，吼，无偌济钱，这个富人人可能真善车，所以对伊来讲，每一个钱拢是真重要、真有价值，所以伊就伫迄个所在伫遐咧敲找啦吼。啊，当然这个地点是无共款啦吼。伊讲这是伫厝里内底，啊，伫厝里内底，伊厝里的这个宝贝伊的钱无去啊吼。所以耶稣继续用这个第2个譬喻，就是讲对这个富人人来讲，一个人伊已经无介济钱啊，好哪亲像咱咧讲寡妇的2仙钱是伊的全部共款，这个富人人可能3个钱是伊的全部，碰见一个，吼，伊有可能几若工就无法度食物件安尼啦吼，嘿，啊，你也看这个涂骹吼，就是牧师咧讲的吼，啊，伊有可能是伫迄个柜台的下骹，还是伫倒位啊吼。啊，伊无法度去找，所以伊就爱真细日去找拍灯安尼吼，可能伊互我找真久啊啦吼，找真久安尼吼，你看即个涂骹安尼吼，嘿，就真歹找吼，亲像安尼啦，一个钱啊吼，落伫咧即个石头仔旁安尼，伫这内底吼，所以伊嘛无一定介好找，也是真紧就找会着吼，所以用一寡时间去敲找，找着了伊就真欢喜啦吼，真欢喜吼。伊用9个钱中间伊碰见一个吼，是伊伫即个中间，伊就感觉讲伊一定要找着即个钱吼，伊找着了，伊就当然真欢喜啦吼。讲起来伊嘛是介无钱啦吼。伫即个所在。我捌伫无亲切的时阵用过即段的经文吼，伫别位吼讲到咧讲到即个上帝对世间人的疼，亲像即种女性吼，母性共款足心真幼啦吼，伫迄个所在真迷死迷乱，伫遐咧敲找安尼吼，所以即个富人人的反应，甲咧雇佣的人反应是共款。当伊找着即个钱，虽然伊无介济钱，只有安尼10个尔定吼。嘿，伊安尼甲碰见了，伊找着就真欢喜，就叫厝边甲朋友共款做伙来伫迄个所在来欢喜。相信伊叫人来吼，开的钱可能搁较济啦吼。共款甲即个羊失去搁找着的譬如共款，耶稣要表达的是讲，上帝看重伊所看重、所有价值、伊所疼的吼，毋是干那伫即个犹太家内底的人尔。伊无接受福音，无接受基督的人，也是讲即个咱讲调外的吼，碰见的，即个主人非常看重，期待会当搁找着吼，即个互咱来明白讲，上帝是看重每一个的价值啦吼，伫路加19章也讲，世上的人是上帝所看重的吼，所以。
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的宝贝啦吼。老师定定爱强调讲，咱拢每一个人拢是迄个最高级的 the best 吼，上帝上看重的，上帝上疼的吼。啊，上帝疼选民嘛，疼所有还未受选、还毋捌伊的人吼。啊，咱是迄个狗的无碰见的钱，咱嘛有可能过去是迄个碰见迄个钱。上帝甲咱找倒转来吼，啊，所以当咱是诚做迄个狗诶无碰见诶钱诶时阵，咱着爱亲像迄99只羊仔，诚做一个稳固诶，吼，来互上帝也是耶稣基督会通真安心去操作迄个迷失诶，吼。伫厝呢内底碰见，嘛有另外一个解说意思，就是讲。无拄拄是伫即个郊外，是伫厝里碰见的，是属于上帝给你的人来碰见的，吼这会当讲像法利赛人其实是碰见的，因为因无真正了解上帝的呼召，吼，上帝嘛咧爱因来得到救恩啊，吼，其实救恩头起先是要先互因的，但是因拒绝，吼，因拒绝了后就诚做。迷失的宝贝，吼，讲所以路加福音10章讲雕花各羊，但是嘛有经文甲咱讲我家里迷失的那个，吼，所以咱知影讲上帝看重的，拢每一个拢是啦，吼，然后离开上帝的罪，吼，离开上帝的罪，这个罪。也是讲撒旦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嘛吼，所以当咱若离开上帝，就是得罪上帝，就是犯罪。要安怎会当倒转来吼？就是会当互主甲咱找着，然后咱愿意倒转来安尼吼。11节到32节，就是今仔日上较长的一个譬如啦吼。咱咧讲失落的儿子吼，prodigal son 吼。这段经文咱拢真熟，吼，咱拢真熟。伫这个内底，牧师捌另外讲这个故事，吼，捌另外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主角当然是迄个细汉囝，吼，放荡主。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其实迄个大囝的角色嘛真重要，吼。你讲到疼，你讲到救赎，讲到赦免，讲到包容。讲到老爸甲囝的关系，嘛讲到兄弟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真短但是真丰富的一个故事吼。咱嘛真侪时阵拢会用这个戏剧来演出啦吼。嘛真定会互人真受感动安尼吼。这个就是林布兰所画图啦吼。当然是真侪。这个解经家是讲，对这个话咧解说中间，拢咧讲到林布兰伫这个话中间咧表达伊家己吼的人生啦吼。其实伫这个内底真重要，就是讲咱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角色啦吼。录音神父伊捌写一本册啦吼，咱我知影咱文博长都有看吼。这本册我感觉真好，就是讲录音神父伊咧表达讲，咱人伫这个咱的一生的中间，咱拢捌扮演过浪子，咱嘛捌骄傲，捌做大囝，咱嘛有机会成做迄个老爸。咧对伫咱周围的人，吼，咱要安怎用无共款的生命态度来去看，去领受啦，吼。这是这是我话吼，好，咱知影伫这个经文中间头起先就是这个人有2个囝，伊的细汉囝呢就提出无理的要求，甲伊老爸讲我会复活安尼啦，吼。伫原文的意思较强烈啦吼，伊讲我用中文讲我的放下吼，叫伊老爸放落来安尼吼。所以你若照原文去甲解说时阵，去了解时阵，你会发现讲这个囝吼是足5个的呢吼。
伊第一个伊老爸还佫伫诶，吼，老爸无讲要分财产，因去要求分财产，佮甲伊老爸讲我诶放落来，吼。咱诶中文甲台语诶翻译吼，拢已经较客气啊，吼。你像讲咱台语讲阿爸，我应该得诶财产，请你，伊佫用请，原文是无用请吼，是命令句哦，吼，嘿，你分互我安尼吼，所以咱会当看伊讲，即个囡仔真正是真忤逆啦，吼。事实上现在人佫较侪是安尼想法啦，吼，拢感觉讲伊老爸分互伊是理所当然诶啦，吼。其实毋是安尼啦，吼，嘿，咱照伫犹太人诶传统来讲嘛是安尼吼，因通常因大囝会得2份诶产业啦，吼。我用《申命记》21章17节即个经文遮吼，所以。咱知影因即个犹太人诶传统，甲咱东方诶即个传统嘛真共诶吼，拢真共吼。伊有当时啊，因嘛是会安尼咧要求吼。咱台湾是安尼，大囝有当得2份，佮大孙安那顶尾囝佮顶1份安尼吼。我有即种诶例啦吼。嘿，但是即马伫法律顶悬是人人平等啦吼，无论。后生查某囝，逐个人拢1份安尼啦吼，这是咱讲社会改变啦吼。所以即个囝基本上伊是一个真有气力的人，嘛拢好势好势啦，基本上看起来伊个性就无甲安尼真够做工过安尼款吼，就咱咧讲诶游手好闲，所以钱。摕来了后，咱就知影讲伊出去，安尼是乌白开安尼啦吼。大囝真乖，拢咧做工作；细汉囝真忤逆就安尼讲啊吼。但是咱知影讲，即个大囝甲细汉囝2个拢有家己诶问题吼，拢有家己诶问题。其实大囝诶心态嘛是甲细汉囝共款啦。伊认为讲老爸互伊诶，老爸物件嘛是伊诶财产啦吼，咱伫后壁会当佫看到啦吼。所以咱咧看到即个囝对伊诶老爸得到即个继承诶遗产吼，咱伫老爸还佫伫诶时阵，迄毋是叫做遗产，迄叫做赠与啦吼，互伊诶礼物啦吼。细汉囝伫即个所在是用要求诶吼，用要求诶。伊要求伊老爸将产业分互伊，佮讲着讲我应该得诶吼。这会当讲是讲，甲伊诶老爸地位放伫迄个比搁较细吼，伊要求伊老爸，命令伊老爸着爱安尼做啦吼。所以老爸伫诶毋是分财产，嘛无讲我诶，但是伫即个所在，伊用真强烈诶话讲我诶，你放落吼，放落互我安尼吼。圣经伫11节到12节讲真清楚，即个老爸伫细汉囝提出要求了后，就甲产业分做2份，互因2个人。吼，圣经讲老爸就将财产分互2个人。吼，所以咱知影哦，即个时阵大汉囝无要求，老爸也有缘就分2个，都互因啦。吼，所以老爸并无亏待大汉囝。嘛无讲伊细汉囝要求就互伊大汉囝佫讲安尼吼，毋是安尼。所以细汉囝分财产了后，对13节的记载，伊就开始伊诶流浪诶生活。伊诶流浪诶生活，伊开始出去，伊毋是去做生意啦，也去创啥货。咱照圣经诶记载，伊甲所有财产换做现金，吼，换做现金，然后出去甲真远诶所在。圣经马上就甲咱讲13节后壁，伊伫迄个所在来放毒，将钱乌白开，吼，将钱乌白开，所以伊就急要脱离伊诶老爸家诶关系，伊想要赶紧来独立，表示伊家己是大汉啦，要来为着家己嘛毋是负责任啦吼，伊要爱有迄种咱咧讲掌握的权利啦，吼，我有钱安尼吼，我要安怎开吼，我要安怎用拢会使安尼吼，就乌白开吼，即种诶伫伊诶生活诶中间就会遇到真大诶危险吼，所以伊诶钱毋是趁来，
是安尼要求来的，所以伊就毋知影通啊珍惜。咱讲来了紧吼，开了嘛紧啦吼。英国人吼有做过统计啦吼，伊讲若看到所有全世界这特别是咱种西洋国家，若迄乐透咧开奖，得着乐透的人吼，通常吼，若10个吼有9个半吼，后壁的生活拢真凄惨啦吼。是安怎呢？伊着甲这细汉囝共款，摕着钱了后，着开始买厝啦，买好车啦吼，食好啦，着无要上班啦吼。你知影钱吼，搁较济嘛开会了呢吼。开会了无当紧，当伊过迄个爽快、真少道的生活了后，要搁叫伊去上班去做工课吼，伊无爱。所以有真济即种得着乐透的人，到落尾拢去做流浪汉吼。这是统计啦吼，一个无正式的统计内底吼。这细汉囝嘛共款，伊摕着钱了后去变卖做现金了，伊就开始去乌白开去晃动吼，乌白开钱。所以伊拄着两个灾难啦吼。第一个灾难是伊家己甲钱开了，这是灾难啦吼。第二个灾难佮拄着灾厄，咱讲天灾饥荒吼。所以咱讲用中文的这个成语啦吼，屋漏偏逢连夜雨啦吼，安尼伊就无法度吼伫迄个真困难的中间，伊就真艰苦吼，是拄着饥荒。我想伫咱过去几冬拄着武汉肺炎，咱就知影吼，伫美国有真济的公司机构，伫迄个时阵因为无法度有足济迄种生理的来往，所以伊的公司店面就安怎裁员，吼，就裁员。有真济人就变做无钱通去开啦，无工作嘛，无收入嘛，吼。伫迄个时阵就是安尼。即个农主伊嘛是安尼拄着饥荒，人哪有可能甲你施舍，吼？逐个人都拢无法度顾家己食饱的即个过程的中间，伊想要去趁食，伊可能嘛无做工的习惯。伊想要去共分，我想嘛可能无人要互伊分，吼。嘛有可能伊的物价变悬，吼，伊搁较真艰苦，所以含基本的生活的需求拢无法度得到，这是伊拄着的困难。所以伊就要去挖靠人，但是无人要插伊，因为古早伊的所有的朋友拢毋是朋友啦，食的啉的吼，了后伊就走去安尼吼。所以伊要去找人，嘛无人要互找啦，吼。伊需要工作才有通收入，才有通食，所以只好去找即种咱讲拍临时工安尼吼。临时工要创啥？伊就安尼去共饲猪啦吼，去共饲猪吼。咱有几个资讯会当对即个内底来看啦吼。即个农主呢，伊去到倒位？伊去的所在是一个外邦的所在，因为遐有猪。犹太人无饲猪吼，猪是外邦咧献祭用的，所以犹太人无爱食猪啊。你知影回教嘛无食猪吼，因是共宗的啦吼，所以因无食猪啦吼。伊去到伫一个人咧饲猪的所在吼，所以讲你会看伊生活是真落魄啦吼。犹太人的地区伊无伫遐，伊去到伫即个外邦的所在，伊到落尾吼，只好去饲猪吼。对伊来讲是一个足大的生活顶悬，也是讲宗教信仰顶悬的挑战吼。犹太人的眼中看猪是无清气的吼，对伊来讲已经无要紧啊咧吼。是安那，因为都无通食咧吼。就好像亲像出来劫的以色列人共款啊，拄着无通食的时阵，讲哪，阮伫遐有肉食甲饱吼，阮宁可去搁去互外邦的埃及遐做奴隶吼，共款迄种的心态啦吼，讲已经无通食吼，迄个上帝嘛无看在眼内安尼吼，伫即个所在吼，所以咱对路加福音第8章咧讲到即个耶稣赶鬼赶2层。
赶迄个鬼魂去到2000只猪的身上，迄个故事咱就知影，迄是伫外邦的所在吼。好，再甲恁讲伊的生活落魄啦吼，就是讲伊无通去工作，也找无朋友，通去挖课酒去甲人拍工安尼吼，就去饲猪，结果含猪的物件要食，也去互骂啦吼，人拢无互伊食安尼吼，所以咱会通知影讲，这对伊来讲是足大的侮辱吼，犹太人去饲猪。农主吼，佮家己的食米，安尼讲，用台湾人讲的豆腐啦吼，当做家己的饭食吼，所以伊从来毋捌想象过伊会发生即种的代志，吼，会当沉沦甲讲饲猪吼，结果含猪食物件伊嘛无才调食甲安尼吼。17节开始就一个转变啦吼，伊就醒悟吼，伊想着讲，吼，我伫遮咧艰苦到要害吼。伊会想讲，我若伫老爸家吼，就袂发生即种代志啊啦吼，这是伊的觉悟啦吼。所以伊就讲吼，我的老爸吼，对着厝里遮的请工吼，拢袂甲遮尔刻薄安尼吼。所以伊咧想讲，我的老爸甲我兄袂对我遮无情啦吼，嘿，所以。有一寡朋友是有钱的时阵才即个朋友啦，无钱的时阵吼，走甲离安尼吼。所以伊即个时阵上无法度的时阵，伊就想着伊厝里啦吼。所以伊的全家的人甲因厝里的请工拢会当做伙食，伊才醒悟起来。所以伊感觉讲伊的离开是一个足错误的决定啦吼。所以18节到20节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伊伫遐。下定决心，伊讲我要起来吼，所以决定吼，决定还未完成哦。伊伫遐决定，伫遐决志讲，我要去找我的老爸，而且吼伫遐来决志，佮认罪讲老爸我得罪你，吼得罪天，佮得罪你，无配不配佮称做你的囝。伊讲叫伊甲我当做一个请工就好啊吼。即个不配代表足深沉的反悔吼，伊家己知影。伊家己会做，所以伊认罪，佮决志要悔改，吼。牧师伫遮讲，伊决志要悔改，伊还未做，吼，这是头前段，吼，即句话出现2摆啦，吼。伊知影讲，伊应得的业，伊应该有的福分已经开了啊，所以佮转去吼，伊嘛不配佮讲我是你的囝，安怎吼，伊只有讲。要求伊的老爸吼接纳伊，甲伊当做请工，互伊甲伫遐来做工作，会当甲遮个请工做伙来啉食，伊就感觉真满意啊吼。所以较重要部分是讲，咱看真侪人就讲，我决定要安怎，但是时常无有行动啦吼。比如讲，有一寡人讲好，我决定要来减重，吼，运动2工腰到要害无爱啊，有即种诶，决定要来读圣经，创世纪佫真好读，出来记佫真精彩，读到利未记开始拄久啊。有人佫较凄惨马太福音第1章开始读着啥？耶稣的家谱足无聊诶，就放弃啊，嘛有可能啊吼。伫即个农主18节到20节，即个中间，伊是咧决志哦，伊还未有行动哦。伊决志讲好，我要倒转来甲我的老爸讲，我得罪天，佮得罪你。然后后壁更较重要就是，伊有起来。圣经讲，伊就起来，20节讲，伊就出发倒转去老爸遐，所以伊甲伊的决志变做行动力，真正付出行动。然后伊的性命就真正得到改变，这是咱咧讲认罪悔改真重要的代志。20节就是讲，伊决定转去，然后伊佫转去就互伊的老爸看到，伊就走来甲伊斟怜悯伊这个是圣经记载讲，伊的老爸基本上是逐工咧等伊，当伊真真正正安尼决志了，付出行动转去。就领受着恩典，亲像前礼拜即个
做即个信息的中间，牧师有讲到迄个伫美国有一种物件叫做 rain check 吼，rain check 就是你今仔日来啊，都无运气无好，拄着大风雨，所以你袂当佚佗，所以我就互你一张证明，你两工来会当过来算，但是你爱来，你迄个来的动作是足重要，迄个付出行动。决志若无有行动，咱定听讲我足爱这个教会，但是就毋捌看过伊诶，无有行动，喙讲拢无效，伫即个所在，咱看到即个细汉囝，即个浪子，即个放荡囝，伊诶决志是有功效诶，因为伊付出行动，伊付出行动，伊就转来，伊诶老爸毋是拄啊好。臭拄坎徛伫咧门口，伊诶老爸应该是逐工拢咧等伊，逐工拢咧等伊转来。看到伊就真欢喜，就真欢喜。所以咱知影讲，这个表达讲上帝，当咱离开诶时阵，当咱失丧诶时阵，伊就逐工咧望咱转来。亲像拄则咱引用诶彼得前书咧讲，咱上帝爱咱所有诶人拢悔改安尼伊毋是伫遐咧。耽误但是伊爱咱，伊随时准备要迎接咱转来。这老爸所表达的是迄种真热切、真诚恳的毋是表面的，毋是表面的，是伫遐足期待的足期待的所以咱看见着这个浪子，伊决心要认罪，伊毋是生奶尔，是要来这个。咱咧讲安尼，死烂安尼伊是真心会认罪悔改，是咧。伊要求伊诶老爸都爱原谅伊，伊诶老爸根本无听着啦，不在乎他讲什么。看到伊真正转来，老爸啥物拢无要紧啦，啥物拢无要紧。所以这浪子诶决志甲认罪诶内容，其实有差距啦，就是讲。伊真正想要倒转来，搁做伊诶请工就好啊，上届无伊免饲猪，搁有通食甲有剩。但是伊老爸安怎？老爸是重新搁甲接纳，互伊成做囝。所以伫保罗诶批信诶中间，伊时常咧讲，咱到当无搁再成做奴仆，是成做囝囝诶身份就是路加福音所咧表达诶即个代志啦，就是讲，咱认罪悔改进入伫救恩内底，咱毋是诚做仆人，咱是诚做上帝诶囝，这是浪子故事所咧甲咱讲，咧甲咱讲诶，上好诶衫，所以毋是请工咧穿诶，手指代表身份，囝诶记号，穿鞋是代表伊是有好诶待遇，甲请工甲奴隶。无共款无共款所以伊就欢喜，这老爸真欢喜杀一只牛啦就来要做伙欢喜，吩咐仆人来食呢可见这个老爸无认为无有啥物代志比伊囝转来更较有价值通欢喜，亲像迄个失迷羊找着，亲像迄个钱去找着共款。伫即个所在，伊感觉讲真值得欢喜，就串的安尼，叫大家做伙来啉食安尼这真简单的话讲，就是讲，当即个细汉囝伊讨产业来分家了后，伊诶老爸诶心就失望，到倒转来伫迄个欢喜咱咧讲失而复得诶欢喜啦对老爸角度来讲，其实伊嘛是诚做一个流浪诶，因为伊诶心对伊诶囝去流浪啊。当伊诶囝转来时阵，伊嘛回家啦伊嘛回家所以老爸即种死心甲得到伊所以亲像伊甲伊诶大汉囝讲诶，你诶即个小弟是碰见搁找着是死搁活即伊伫即个所在咧表达诶是迄种。搁活一摆囝迄种欢喜，迄个喜乐所以
上帝疼人是安尼，也亲像约翰福音3章16节17节咧所讲的，上帝疼人到安尼，宁可将家己的独生囝赏赐互世间人，叫世间人会当活倒转来得到这个永生啦吼。结果呢，大汉囝对远转来，咱讲伊工作的地点转来，伫外面就听见欢喜的声，伊就感觉真奇怪，就问因的仆人，就讲到底发生啥物代志。了后，伊就知影讲即个代志了后，伊就安尼真袂爽快啦吼。因为特别是伊的老爸伫因小弟出去了吼，逐工有可能心情无好，伊逐工伫门口伫遐。伫等嘛烦恼讲即个细汉囝毋知安怎，咧等待这细汉囝会当倒转来。但是大汉囝呢非常乖，逐工照常去上班倒转来，上班倒转来。但是这个大汉囝虽然住伫上帝的家，伊是选民，伊是大汉囝，但是伊无了解上帝的心意，就好若亲像路加福音19章所咧讲的讲。破病人才需要医生，大汉囝无了解即个代志。有侪人需要救恩，伊无法度去接受安尼，伊敢若讲，伊着犯罪啊，伊着歹囝啊，吼，伊无法度理解，所以当伊问即个厝里的仆人的时阵，伊就受气啊。当然伊的受气有原因啊，对伊来讲有理由啊。我乖乖伫厝里工作啊，我乖乖服侍老爸啦。也无甲我的朋友吼，凊彩黑白食，黑白安怎安尼啦吼。所以伊真受气吼，伊感觉讲伊即个放荡囝即个小弟，伊转来安尼吼，佫会当杀肥牛通食吼，连伊讲我连一只羊仔囝都拢无安尼啦吼。伊拢袂记得讲，伊老爸若咧过年过节可能有通食吼，也是讲即个搬过节的时阵，伊嘛会当有食，伊拢甲因老爸食啥，伊就食啥，伊袂记一啦吼。伊伫即个所在，就是去互即个受气来充满伊的头壳顶安尼吼。所以，我捌有迄个会友甲我讲啊，讲安尼牧师我以后要来做大囝啦，要来做迄个放荡主啦。我爱做大囝啊，到落尾吼，我才来反悔就好啊吼。我佫有通食较青草安尼吼。我讲啊，你最好是爱有福通回头哦吼。上帝毋是即个意思啊，耶稣基督借着即个譬如要甲咱讲的，毋是讲叫咱逐个拢去做放荡主啦吼，是爱咱知影讲，咱爱了解上帝的心意，咱要安怎甲上帝同工。做上帝眼中的好的大囝，莫认为讲我是大囝吼，我安尼足敖的吼，足乖吼，我应得的吼，你哪会当拢总互迄个细汉的安尼啦吼。经文内底足少提到大囝吼，只有后起生甲上落尾，讲上济话伫上落尾啦吼。记载上济当然是细汉囝，伊龙主嘛吼，当然伊是最主要的主角啦吼。但是大囝的即个代志吼，其实是足严重的，因为当伊的小弟犯罪，甲伊老爸讨钱了后，即个大囝伊的心就咧流浪啊啦。伊绝对伫遐咧讲吼，无公平啦，无公平啦。咱看伊后壁所讲的吼。咱就知影讲，伊真正是安尼心内足不平的吼，伊的心咧流浪啦吼。伊讲，伊对伊老爸讲：“你看我服侍你遮尔济年，毋捌违背过你的命令，但是你无互我一只山羊仔囝，甲我的朋友做伙欢喜。但是你即个囝常常甲娼妓做伙，开了你的财产，伊一转来，你却为着伊杀迄只肥羊。”吼，这是大汉囝的问题啦吼，伊的问题非常大吼，伊伫心内不平啦，伊也认为讲这财产应该是伊的啦吼，伊是一个真责任的人，伊真照服侍安尼。咱会当去看马太福音第5章，当耶稣咧讲到迄个祈祷的时阵，迄个法利赛人安怎讲？爸啊，你看我所做的吼。我一礼拜禁食2摆啦，我搁则1/10奉献啦，安怎？
即个口气就足像大汉囝拄则讲遐个话吼，个性足乖吼，但是伊完全无了解老爸的心意，吼，伊毋捌当过，伊可能甲伊老爸逐工起来讲，校长就去做工课，转来讲我转来安尼尔，可能无啥物有对话，可能嘛无啥物读圣经，吼，无有迄个对话安尼吼，所以伊真尽职，咱真值得肯定啦，学习啦吼。但是伊无了解上帝的心意。对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伊是服侍了真无甘心乐意，好若亲像马大服侍共款。伊去甲耶稣指责讲：先生啊，你敢袂晓叫阮小妹甲我帮忙吗？你敢安尼看会过去吗？吼，迄共款的心态吼，共款的心态。用埋怨的心态，用比较的心态，用嫉妒的心态在服侍，基本上毋是上帝所欢喜的啦吼。伊的服侍有私心无？其实有私心呢。咱若继续来看吼，伊就感觉讲，你即摆转来吼，开拢我的呢吼。为虾米安尼讲？其实伊老爸有甲讲诶，后壁讲囝，你不是拢甲我做伙，我所有诶拢是你诶。老爸知影伊诶心咧烦恼啥啦？吼，伊有私心吼，其实有私心啊。你已经分财产啊呢，我拢无呢吼。其实伊老爸早就分互伊诶份额。若阵小弟无转来时阵。老爸啊，早就传好讲，以后老爸的份嘛要互伊啊，敢毋是安尼？所以伊无了解老爸的心意，老爸只有望伊会当替伊加照顾小弟，因为小弟是失袂搁倒转来，真可怜，真辛苦，伊嘛真愿意悔改，吼，但是伊就是安尼照分秒咧行，但是伊无迄种感情啦吼，所以伊无有老爸的心怀，伊无了解做老爸的心啦吼，无体贴做老爸的心，无体贴上帝迄个福音的疼，亲像迄个细汉囝共款，伫开始的时阵，伊拢敢若想着家己尔，所以牧师其实感觉大汉囝甲细汉囝基本上拢是浪子啦，吼。到落尾，啥物人才是浪子？大汉囝，因为伊拒绝。那照圣经的记载啦，吼，老爸甲伊讲啊，讲戆囝，你毋知影，我着疼恁两个啊。照公平来讲，老爸已经分互因啊嘛，吼，拢互伊也无较少啊，吼。这是头前咱所看到的啦，吼。所以这。老爸嘛讲我的就是你的啊，将来拢是你的啊，吼，你着安尼会当较有分配小看，安尼就好啊，吼。但是咱知影，咱成做基督徒了后，咱时常会袂记真呢，吼，咱时常提醒咱家己，吼，咱时常会甲大囝共款，吼，咱感觉讲上帝无疼咱无够，也是讲上帝拢特别疼啥物人，吼，咱烦恼。迄个别人入来吼，抢咱的福分，吼，法利赛人就是安尼想啊，吼，伊感觉讲这福分拢阮的，阮选民的吼，所以因用律法来，真严格来要求别人，好人亲像人若做袂到，就无法度得到天父的这个祝福共款吼。咱袂记得上帝已经应允咱，甲所有的拢已经赏赐互咱吼，所以咱需要甲主同欢喜啦。咱知影这大囝到落尾是拒绝入去啦吼。因为有人悔改回转得着救，像咱伫即个月这个陈兄弟伊来受洗，咱就足欢喜吼。咱知影讲，有人要加入伫上帝国，咱就足欢喜吼。咱有即种甲上帝同欢喜的心安尼吼，所以咱爱学习啦吼，咱。伫大囝的即个态度顶悬，咱知影伊安尼真正做了无够好，但是咱伫即个中间得到提醒啦吼，咱爱得到帮助啦吼。
有信的人得救，毋是要来抢祝福，是要甲咱做伙来享受上帝富足。咱牧师定咧讲吼，咱有上好嘅的天父，所以咱毋免烦恼，免烦恼别人会甲咱抢去，毋免烦恼咱会去互甲咱糟蹋着，还是安怎咱无，咱望会当更较侪人来分享上帝的疼痛。这是上帝，还是讲耶稣基督咧教示中间，伊咧期待大汉囝爱有的即个心态。咱10月15号去淡水教会募款，其实牧师足感动，就是咱无要讲金额的问题啦，就是讲牧师甲长老的心态，伊袂感觉讲阮有诶阮第一间阮有一个真好诶经济力，拢对阮诶，毋是。牧师真欢迎咱去，而且伊一直咧强调讲伊淡水教会是马街创设的第一间教会，伊讲咱是大囝，三峡教会是第13间，是咱的小弟也是小妹，所以咱理所当然爱听因。我感觉真受感动啦真正真受感动。实际上因嘛真支持因的长老嘛足无安尼讲无徇私啦无自私，甲我讲阮有一个经济足好的兄弟毋望伊会当来，毋望伊会当有感动嘛为着咱三峡教会奉献。伊袂讲这阮的这阮的资源无爱互你安尼无迄种的心态。伫即回去淡水教会，我有特别的感受，特别是伫咧准备这个路加福音15章这个龙主甲大汉囝这个譬喻中间，我有看讲淡水教会牧师因的同工真正值得咱学习，因有即种彼此分享疼，愿意将上帝互因的祝福甲需要人分享。我想这嘛是咱三峡教会需要学习的一个态度啦嘛是伫今仔日伫今仔日的这个经文中间，咱所要学习的一项功课安尼好，今仔分享到这，有要来分享的无？也是有要问的。喂，我有一个分享就大家参考者伫这个经文内底，我是感觉龙主的故事，大家拢真熟手但是有一个用简单的讲，有6个来讲这个故事，我感觉这是真好记忆的所在啦。安尼伫这个内底，咱会当倒转来看讲6个来啦。这中文的翻译甲足拄好，拄有够水过。这6个来是哪6个呢？咱得当对这个14节开始，15章的14节，就是讲后面那4个字穷苦起来，这是第一个来。这中文的翻译就是说那真正足拄好。然后第2个来呢？就是我头先有写起来好一只第2个来呢，就是关于的收拾起来。歹势，搁定来第13节开始。因为这个龙主伊第一个是收拾起来，要行家己的路。第2个呢是14节。穷苦起来，然后第17节呢，醒悟过来，醒起来然后第18节呢，我要起来，然后第20节呢，不要仪式起来，大家有没有看到无有24节讲快乐起来，这个6个来自呢，刚好把这个故事讲起来。这是我是
中年时阵，迄个韩院长，阮大人院长，伊都要把这个做这个结论出来，做来做水开，也所以当帮助咧，不管咧报道，还是讲即款迷信者，还是信徒嘛是共款，因为人拢爱行家己的路。所以13节收拾起来，就一定会家己行自我的道路；14节一定会拄着穷苦起来。但是伊嘛，我都悔改，认捌着讲，伊的人生确实无好，有需要人一个救助的时阵，伊会醒起来，叫醒悟过来。所以这做个，然后呢，醒悟没有用啊，你要有行动啊。所以18节讲我要起来。我醒起来了，然后醒过来，然后第20节就讲仪式起来，有行动出来了。我都接受耶稣的救赎了，24节才快乐起来。所以刚好这个整个故事刚好也描述讲，无信到有信的一个过程。同款信主的人，嘛是会经过这款的过程。有时咱家己信了无灵的时阵嘛是会变做会行过这个路途，这6站就对了。所以我感觉这几字这要讲足水的，拢多个有押韵的，都是最后都是来自这样，所以感觉是真水的一个叫做发现安尼。好，谢谢。佮有无？牧师，这个上就是老爸的心意就是讲代表这个上帝的心意。这款呢，真歹去体会，有人咱想讲应该是安尼，不过是正经嘛，无多清楚是老爸的心意，还是上帝的心意。对，事实上有真侪人一直咧问讲，要安怎去听到上帝的声，要安怎去明白上帝的旨意事实上真难。但是就是讲，当咱无去甲上帝有好的交谈，像讲这个大汉囝，伊虽然伫老爸的家，甲老爸做伙生活，做伙啉食，佮替老爸咧做工作。但是咱会通真清楚知影，伊甲老爸对话无济。咱安怎看得出来？当伊拄着厝内有欢喜的代志的时阵，伊第一个毋是找因老爸，伊去找伊的仆人。所以伊去找下骹的人，伊毋是去找伊爸爸讲话。这提醒咱就是讲，咱若准无有读经祈祷的生活。你讲我会当去了解上帝的旨意吗？困难。当然有咧读圣经有咧明白上帝的话的人，就一定会了解上帝的旨意嘛？无一定。你若亲像经学师这种的心态，真侪迄个资济的师兄师姐，圣经比咱较熟呢。但是对伊来讲，圣经只不过是摕来甲基督徒辩论的一个工具。对伊来讲完全无意义，所以这是真困难去解说的一项代志。但是咱必定爱先有好的灵修生活，你才有法度去尝试知影讲上帝心意到底是安怎。安尼简单来讲，就是讲，如果你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时阵，你拄着什么款的境况？你第一个应该是你会先祈祷，所以我是安怎会讲，这个大汉囝甲老爸关系无好，因为当伊拄着代志的时阵，伊毋是先去祈祷伊先去问别人哪会安尼？你甲我讲是啥物意思呢？伊毋是去问上帝，上帝你的旨意是啥物货？你互我知影。若准是安尼的时阵，伊就真容易会通了解上帝的旨意是要安怎。因为上帝真济的决定甲伊的引带，毋是咱要爱，毋是咱期待。亲像伫使徒行传咧讲到保罗的传福音的过程，伊去到伫即个土耳其第2摆的时阵，伊佫想要去佫去设教会，但是圣神不准。伊要安怎去知？伊绝对是甲上帝的关系足捌的。
嘿，你毋知哦，回答你的问题啊无？有，有，好，多谢。还有无？好，安尼无咱就做伙来祈祷。主为听台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伫过去的即个礼拜中间，阮感谢你的保守，也阮看见即个阮的兄弟有即个身体无爽快，对着主你的看顾甲医治即个胡瑞杰出院伫厝里咧休困。光琴小朋友嘛已经出院伫厝里咧受养的中间。阮也继续为着名医来祈祷，也感谢你，互阮伫少年大学出游的中间，虽然有2位的长辈跋倒，但是你的保守，互因的身体无得到更较大的损伤，也会伫咧恢复的中间。感谢你的保守，也恳求主你继续来带领阮的教会，头前的路咧行的时阵，互阮会通。真正诚心来倚靠主你，也亲像这个细汉囝伊的心志，伊伫伊上困难的中间，伊愿意觉醒来倚靠主你来转去伫老爸的家，因为这个老爸是上有疼、上富足的老爸。阮伫拄着见长济的艰难的这中间，阮也要学习来明白你的旨意。学习来专心倚靠你，恳求主你继续来带领，也感谢你，互阮用暗这个时间，做伙伫遮来分享，透过这3个失去搁得到的譬如，互阮搁来看见福音的重要性，甲阮家己决志成做你福音的工人的重要性。恳求主你使用阮，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阿门。好，多谢老师，谢谢老师。安。晚安，晚安。安，大家晚安。